每一天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1月7日，诗篇第6篇第9节安尼讲：耶和华有听我的恳求，耶和华要接纳我的祈祷。三角来祈祷，接纳阮的祈祷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活命的主，阮伫患难中求你怜悯阮。阮的目睭因为忧闷拍歹，阮的心神、阮的身体也是安尼。阮的性命因为忧苦来消磨，阮的年岁为着讨亏也安尼。阮的困难因为阮的罪恶来衰烂，阮的骨头也孤单。主啊，阮亲像死人，予人袂记得，无人笑脸。阮亲像破去的器具，予人戏散。主啊，总是阮犹原倚靠你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予你的面照光你的路步，照你的慈爱拯救阮，因为你有听阮的恳求，要接纳阮的祈祷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